主后2026年8月21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维稳怪胎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。何西阿书第8章第1节到14节。现代台语版圣经何西阿书第8章。上主讲：着分扫角发警报。对你亲像鹰鸟冲落来，要攻击上主的厝，因为我的子民破坏我的约，违背我的律法。因对我哀叫讲：上帝啊，阮以色列人承认你是阮的上帝。毋过以色列拒绝良善，所以对敌话对入因。因设立君王，毋是照我的意思；因设立首领，我无承认。因用金用银做偶像，结果家己受毁灭。撒玛利亚人着去杀恁的牛仔像，我对恁发大受气，恁着搁偌久才会放弃偶像崇拜？偶像是以色列的师傅铸造的，因毋是上帝。撒玛利亚的牛仔像一定会受讲喙，因野的是风，收的是光烈风，袂大丛，袂结实。若会结实，嘛会互外族人食去。以色列已经受吞灭，现在伫列国中亲像无路用的崎岖。以色列亲像野驴四过走，走去亚述，伊发现出卖家己互爱人。因嘛伫列国中出卖爱情，我要甲因集活来，甲因刑罚。因两边为伫亚述大王的压迫而受苦。伊发现为着要赎罪，逐所在起祭坛，祭坛若多，犯罪如隔天。我为着因写真侪律法，毋过因看做甲因拢无关系。因献祭互我，毋过献下肉，家己食了了。我上主无要接纳。呾我要甲因的罪记地，甲因刑罚。我要互因倒转去埃及。以色列去宫殿，袂记得因的创造主。犹大嘛去真侪坚固的城，我要降火烧因的城，烧毁因的堡垒。维稳怪胎。1986年8月21日暗时10点45分，维稳风台成做台湾有气象记录以来首次对落水溪口登陆的中度风台。伊伫22日由西澳东穿越台湾，对花莲出海。24日再度增强转向，对台东、台武登陆，随即穿越恒春半岛。28日原本已经减弱做热带气旋的维稳风台，竟然4日复生，搁对米拉风台尾后缓慢偏北行进，第3度逼近。维稳对8月16日形成，直到9月7日消散。通讲相当长火寿。这一个风台2次登陆，3次警报，4次转向，被称作四大怪胎之首，造成68人死亡，19人失踪，442人受伤，成千上万间的房屋全倒也是毁损。先知何西阿形容当时的北国以色列，讲因夜静的是风，
意思是伫迄个时代，以色列陷入严重的外交焦虑，因认为安全感来自大国的安全保障，所以以色列一方面投靠亚述，尝试搁拉拢埃及，试图引进另外一个强权来制衡亚述。这种伫强权间双人平行的外交策略，伫先知眼中就是亚正风。风是看袂见的、袂稳定的、无根基的。以色列以为家己得算一场高明的政治棋局，但是伫上帝看来，这只是伫虚空中掠取幻影。这种不断转向的投机，最终会导致国家的倾覆。为阮洪泰之所以对台湾做正重创，是因为伊伫周边反复盘旋转向，这也反映一个现实：当咱不断伫真理甲现实利益之间转向，内耗甲动荡会亲像暴风加倍增长，直到将一切扫平。与其踮伫强权甲利益中间痛苦打转，不如定睛伫迄未改变的真理。只有无搁再亚正风，咱才会当伫生命的秋收季节，收割到真正的平安与喜乐。好声书的提醒，毋单单是对国家，也是对每一个人。真侪时阵，咱也亲像以色列共款，伫生命的压力下面，找找安全保障。咱也正风，是因为感觉风真轻省，无需要代价。风代表遐个咱掠做会当暂时解决问题的选择，一句善意的白贼，一个逃避现实的决定，一个毋愿面对伤喙，一个倚靠家己的计划。这个看起来若像无害的风，最后却会累积变做暴风，甲咱的生命中真正重要的事物吹散去。为阮风台最终消散，但是上帝的话语永袂消散。风台带来的伤害、人命的丧失、房屋的倒塌，刻画踮咱的心中，也提醒咱记得，也正风的人必受暴风，但是也正上帝真理的人必受过平安、自爱与公义。互咱选择无搁再也正风，是甲生命的根深深钉踮迄位永袂改变的主内面。默想，生命中的暴风，往往源自家己也正的风。我应该安怎伫每一个选择中停下脚步，顺从上帝的带领？互心无搁再受不安牵引。生命中的暴风，往往源自家己也静的风。我应该安怎伫每一个选择中间停下脚步，顺从上帝的带领？互心无搁再受不安牵引。咱做伙来祈祷，亲爱的主上帝，求你互我无搁再也正风。互我脱离摇摆甲自欺，帮助我学习定根信靠，远离风暴，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，身心灵拢勇行平安。